国际上要紧来看北欧的国家芬兰，伫咧11举行总统大选的决选，由前总理史塔布以51.4%得票率赢过对手。史塔布嘛宣誓讲会加强和北约组织等等的合作，嘛会重视国防甲支持乌克兰。芬兰总统选举的结果确定，国家联合党籍亲欧洲路线前总理史塔布以51.4%得票率赢。 代表芬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伫咧过去几60年来，芬兰总统的主要职务是外交，特别是加边的国家俄罗斯的外交，也无加入军事联盟来缓解莫斯科加北约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，即马规个拢转变。芬兰伫去年4月加入北约，史塔布明确表示，延续安全加国防优先对俄罗斯强硬的路线。 而且伊也有甲政府共同制定国防加安全政策的职权。Our defense spending is now this year roughly 2.3% of our GDP. We have a very strong defense. We're members of the EU and NATO, and of course, we have a fresh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. 伫大西洋迄边的美国共和党籍的总统参选人川普10号对北约组织又个处公言。 讲，若是俄罗斯攻击无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成员国家，伊会乐观其成，再一遍引发争议。北京发声明谴责这种鼓励侵略的言论。拄则当选的史塔布是讲尊重美国的民主，因为芬兰一向是拢做好家己的本分。公司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